想喺市區核心揾一個即買即住、交通方便、配套成熟嘅新盤，今日帶你睇由宏安地產發展嘅黃大仙新地標匯純 Connix。匯純位於飛鳳街33號，行去黃大仙港鐵站，大約只需3分半鐘。由黃大仙出發，2個站就到啟德，連接東九龍 CBD， 去中環亦只係大約20幾分鐘。無論你喺中環返工，定係睇好啟德未來發展，呢個位置都非常方便。生活配套方面，樓下有黃大仙中心，附近又有街市、食肆同日常商店，衣食住行、泊車，基本需要都可以就近滿足到你。項目以2房3房為主，2房單位佔超過60%，而且採用零走廊設計，空間更加實用。最吸引係發展商宏安地產今次相當用心，每個單位都配備高品質名牌家電。簡單講，你買張床，再添置少量家私就可以入住，慳返裝修時間，方便工作忙碌寄嚟。而家折實2房600零萬起就有交易，項目預計2026年8月入伙。無論自住定中長線投資，匯純 Connix 都值得認真睇一睇。想參觀示範單位或者了解最新價單，即刻聯絡我哋金匯地產同事預約。